2023年，日本東京發生咗一宗驚世奇案，一名得4歲嘅女童喺屋企離奇暴斃，之後差人喺女童體內驗出大量有毒物質，原來個女仔係俾人落毒害死。更估唔到嘅係，落毒嗰個人竟然係佢嘅親生父母。隨住案件深入調查，差人又挖出多年前一宗家族滅門奇案。喺呢宗投毒案背後，竟然仲隱藏住更加可怕嘅陰謀詭計。2023年3月，日本東京差人接到報案，一名得4歲嘅女童喺屋企突然暈低。差人趕到現場之後，發現一個着住尿片嘅女仔上半身赤裸，一動不動地瞓喺地板度，睇落已經停止呼吸。差人即刻將女仔送去醫院，但已經嚟唔切。女仔最後喺醫院不治身亡。差人覺得件事好唔尋常，隨即將女仔交俾法醫做屍檢。屍檢報告顯示，佢體內有足以致死嘅汽車防凍液同埋精神類藥物。汽車防凍液主要成分乙二醇，對人體有毒性，成年人只要吞咗30毫升就可以致命。除此之外，差人仲喺女仔頭髮入邊驗出高濃度嘅奧氮平成分。奧氮平係一種會引起瞓到昏沉嘅抗精神病藥。好明顯，女仔係俾人落毒謀害。喺女仔背脊位置，差人仲發現咗一大片屍斑。佢哋推測係有人喺女仔斷氣之後，先至將佢放喺冰涼嘅地板上面，先會形成咁樣嘅屍斑。於是，差人首先將女仔最親近嘅人，即係佢父母，列為犯罪嫌疑人，跟住就對佢哋展開調查。果然唔出所料，差人喺女仔父母嘅手機同電腦入邊揾到1年前購買防凍液同奧氮平嘅記錄。對此，女仔母親向差人解釋，話自己長期失眠，先買呢啲藥物，但呢個理由冇說服到差人，因為差人仲喺佢哋手機入邊發現，兩人曾經喺聊天軟件度鬧細女又蠢又醜，甚至多次提到希望個女去死。最關鍵嘅係喺佢哋屋企部雪櫃入邊，差人仲搜出好多用細盒分裝好嘅汽車防凍液，證據確鑿。差人即刻以涉嫌投毒拘捕咗女仔父母。更加估唔到嘅係，隨住案件深入，差人又發現呢對夫婦竟然前科累累，屬於慣犯。受害女童叫細谷美輝，佢爸爸細谷健一係東京出名酒店淺草女龍酒店嘅老闆，媽媽細谷智保同健一結婚之前係一名風塵女。細谷健一出身豪門，佢爸爸後生嗰陣靠加工皮革創業，白手起家，建立咗自己嘅產業，冇幾耐又起咗淺草女龍酒店。喺父親打拼之下，細谷家族越嚟越龐大。含住金湯匙出世嘅健一，作為家中獨子，由細到大都俾父親百般寵壞，無論乜時都係一身名牌。佢2個家姐都冇享受過呢種待遇。家姐讀嘅都係公立學校，但健一就可以俾父親安排入讀名貴私立學校。高考嗰年，健一發揮失常，冇如願考入日本嘅重點大學。父親對此非常失望。由嗰陣開始，健一同父親嘅關係就出現咗轉折。出於強烈嘅自尊心，大學畢業之後嘅健一冇選擇繼承家族產業，而係靠自己能力做咗一間女鞋鋪嘅銷售員。父親見到個仔咁樣自力更生，心入邊其實都幾欣慰。為咗減輕健一嘅生活壓力，父親仲特登幫佢買咗一間細公寓。但係過慣少爺生活嘅健一，自然捱唔住現實社會嘅考驗。佢每日使錢好似流水啖，如果唔係母親暗中接濟，單靠佢做銷售嗰份人工，根本養唔起自己。慢慢淡，健一都意識到呢種生活其實唔適合自己。佢喺職場入邊過得好唔順，無奈之下，健一隻好翻去家族企業，逃離社畜生活。健一重新過翻紙醉金迷嘅少爺日子，成日出入高級餐廳同酒吧，仲有各種風月場所。亦都喺呢段時間，佢識咗一個叫細谷智保嘅風塵女子。細谷智保成長喺單親家庭，父母喺佢好細個嗰陣已經離婚，智保由母親一個人湊大。可能因為原生家庭嘅影響，智保自細就表現得同一般人唔同。讀小學嗰陣，智保成日冇啦啦向同學發脾氣，行為舉止都好怪異。有一次，智保甚至揚言要剃光自己個頭，用嚟逼母親幫佢買齊偶像所有專輯。嗰陣時，智保嘅母親身兼數職，只係想將個女湊大，但係智保完全體會唔到母親嘅辛苦，亦都因為咁，身邊嘅人開始覺得智保可能患上妄想症同偏執症。中學畢業之後，智保掉低母親不辭而別，
一個人嚟到東京闖蕩，但佢冇任何技能，一直都揾唔到穩定工作，每日過住居無定所嘅生活。後來志保喺一次機緣巧合之下識咗一位社長，社長見志保一個女仔喺外邊打拼好唔容易，就好心收留咗佢。但志保並冇心存感激，佢每日都嘈住要買新衫同名牌袋，攞住社長嘅錢大肆揮霍。日子耐咗，社長頂唔順，最終被志保逼走。志保又再一次過返顛沛流離嘅生活，為咗維持生計，佢去咗一間風俗店打工，亦都係喺呢度。志保識咗富二代細谷健一，健一係志保嘅常客，兩人來往越嚟越密切。當志保知道健一嘅身份之後，簡直喜出望外。佢覺得自己終於揾到靠山，一定要捉緊呢張長期飯票。而健一雖然衣食無憂，但樣貌普通，身形肥胖，由細到大都唔受女仔歡迎。當遇到主動投懷送抱嘅志保，健一以為自己遇到真愛，就咁樣，志保成功攞下健一。2009年，健一向父母提出要同志保結婚。父母了解過志保嘅背景之後，堅決表示反對。但健一唔理父母強烈反對，話呢世非志保不娶，仲毅然同志保登記結婚。婚後，志保為咗討好公婆，配合健一齊經營家族酒店。雖然未算井井有條，但係都算按部就班，慢慢打理住家族生意。健一嘅父母亦開始慢慢接受志保，但係好景不常，志保好快就露出真面目。身為屋企女主人，佢完全唔理家庭，每日只顧打扮自己，使錢大手大腳，日常飲食專揀貴嘅嚟食，單係每個月網購就用咗300萬日元，洗衫、做飯、打掃呢啲家務，志保從來都唔掂。因為咁，健一同志保成日發生衝突，婚後相處非常唔融洽。2012年，健一自作主張拋售咗父親嘅公寓，而佢負責管理嘅產業亦被搞到一塌糊塗，公司賬目對唔上，引起家族其他成員不滿，親戚聯手將健一夫婦逐出公司，兩人被逼搬去千葉市居住。落魄嘅健一俾人睇成爛泥扶唔上牆，但父親仍然相信健一只係未適應公司節奏，只要俾多啲時間，一定可以做出一番事業。2014年，健一同志保生咗第一個仔。2016年，大女出世。2019年，細女細谷美輝出世。考慮到健一要揾錢養家，亦方便照顧孫仔孫女，父親再次將健一夫婦調返家族企業，並安排佢哋住喺健一家姐長期居住嘅公寓。鑒於上次失敗，父親以為健一會痛定思痛，重新做人，但係結果健一再次令父親失望。2019年3月，健一同志保因家庭瑣事爭執，志保一怒之下喺自家露台放火，差人即刻以縱火罪拘捕咗志保。事件曝光後，當地兒童保護機構亦開始關注呢個家庭。佢哋發現志保精神狀態嚴重異常，連基本家務都無法自理。於是兒童保護機構將健一家認定為唔具備育兒能力嘅家庭。其後3個小朋友被兒童諮詢所接收。呢個時候嘅健一終於意識到志保精神狀態極唔穩定，佢想逃離呢個女人。等志保由拘留所翻嚟之後，健一向志保提出離婚。點知志保一聽到離婚2個字，即刻衝入廚房飲咗成大樽洗潔精。健一嚇到即刻叫救護車，好彩搶救及時，志保先至冇生命危險。但鬧劇並未結束，之後嘅日子，健一多次同志保商量離婚，無論點樣溝通，志保都用極端手段威脅健一，每次都鬧到好大。期間甚至有19次驚動差人到場。可能因為同志保相處太耐，健一自己都開始變得唔正常。佢慢慢接受咗志保嘅狀態，甚至變得同志保一樣精神錯亂。可憐嘅係佢哋3個細路，因為父母嘅原因，3個小朋友只可以長期生活喺兒童諮詢所入邊。但健一同志保就覺得係有人搶走咗佢哋嘅細路，佢哋反而認為自己先係受害者。為咗攞翻細路，健一仲將細路嘅監護人改成佢自己嘅父親。透過呢個方法，3個小朋友離開咗兒童諮詢所，再一次返到健一同志保身邊。但係呢對精神失常嘅夫婦狠起上嚟，連自己嘅細路都唔放過。每次一鬧交，佢哋就攞住仲喺襁褓入邊嘅細女美輝嚟出氣，因為佢哋覺得大仔好聰明，二女又得意，唯獨細美輝又唔醒目又唔可愛，於是就將細美輝當成發洩情緒嘅工具。2022年9月，
細美輝就讀嘅托兒所老師向兒童諮詢所求助，老師表示喺細美輝身上見到大量傷痕，明顯係長期遭受父母嚴重虐待。消息傳出之後，兒童諮詢所加強咗對呢對夫婦嘅指導同埋監督，但兩人依然冇任何悔意。之後更先後幫細美輝轉咗6間托兒所，而每一間托兒所嘅老師都一致反映細美輝嘅精神狀態令人非常擔心。佢唔似其他小朋友咁活潑開朗，反而經常帶住一身傷痕返學。平日嘅個人衛生亦做得好差，一睇就知根本冇被父母好好照顧。為咗呢件事，諮詢所多次同志保健1-2人溝通協調，但始終都阻止唔到佢哋嘅惡魔行為。不幸終於發生。2023年3月13號，細美輝喺屋企突然暈倒，送到醫院之後，最終搶救無效身亡。而細美輝背後大面積嘅屍斑，令警方發現佢其實係被人謀害。健一同志保毫無疑問成為頭號嫌疑人，警方隨即對兩人展開調查。2024年2月，警方終於掌握關鍵證據，以涉嫌謀殺為由拘捕咗呢對惡魔夫妻。細美輝嘅死終於得以真相大白，但隨住調查深入，一宗令人不寒而慄嘅家族滅門慘案亦都慢慢浮出水面。喺調查細美輝案件嘅過程中，警方發現6年前嘅2018年4月29日，健一嘅家姐美奈子亦曾經突然離奇死亡。詭異嘅係，美奈子去世前出現嘅症狀同細美輝幾乎一模一樣。喺死前幾日，美奈子冇任何原因，突然開始頭痛同發燒，幾日之後就暈倒喺房門口，隨後便失去生命。由於美奈子身上冇明顯外傷，所以當年警方只係對佢進行行政解剖，亦即係話法醫喺檢驗過程中，為咗將器官製成標本，對遺體進行咗除蓋作業。最終警方並冇喺美奈子遺體上發現任何異常，於是將案件定性為敗血症引致嘅病逝。而家細美輝被虐殺嘅案件，令警方不得不懷疑當年美奈子嘅死亡會唔會同健一同志保有關。於是警方決定重啟美奈子案件，重新調取當年保存嘅遺體組織。經過檢驗之後，警方發現美奈子嘅腎臟入邊竟然含有草酸鈣成分。要知道，警方喺細美輝體內發現嘅乙二醇，正正就係喺人體內發生化學反應，最後形成草酸鈣。而美奈子當年因為做過除鈣作業，體內嘅草酸鈣自然亦被一併清除。兩名受害人高度相似嘅死亡特質，直接將所有矛頭指向健一同志保呢一對夫婦。警方推斷健一同志保將汽車防凍液混入食物入邊，再以攞飯俾家姐做藉口，將有毒嘅飯菜送到同一棟大廈嘅美奈子屋企，誘騙美奈子食落含有乙二醇嘅有毒食物。果然，警方進一步查證之後發現，健一同志保曾經喺社交軟件上發佈過關於攞飲品俾家姐並投毒嘅相關內容，只不過發出之後又即刻刪除。健一夫婦之所以會咁做，係因為美奈子阻礙咗佢哋兩個嘅家族繼承大計。其實美奈子係細谷家族企業嘅高級會計，一直掌握住公司嘅財政大權。美奈子認為細佬健一根本承擔唔起責任，必須要對佢嚴加看管，所以經常限制健一嘅開支。對於呢一點，健一同志保都極度不滿，佢哋覺得家姐管得太多，嚴重干擾咗佢哋夫婦二人嘅生活，而且美奈子本身亦係細谷家族繼承人之一，佢嘅存在嚴重影響健一繼承家族產業嘅機會。於是經過一番商量之後，健一同志保決定將家姐毒害，亦正因為咁，先會出現美奈子無端離世呢一宗離奇命案。更加詭異嘅係，就喺美奈子去世前唔耐，健一嘅母親亦突然病逝。而喺美奈子去世2個月之後，健一嘅父親亦因為所謂嘅敗血症離開人世，接連幾位細谷家族成員相繼去世，最終仍然在世嘅健一就成為唯一嘅受益人。佢順理成章坐上集團社長嘅位置，繼承咗細谷家族嘅全部財產，而志保亦成功成為集團董事。而家回頭睇呢一連串所謂嘅意外，似乎都係有人早有預謀。針對細谷家族疑似被滅門一事，警方對健一同志保提出嚴正質疑，
但係神情麻木嘅建一只係冷冷回應一句，話而家仲未係討論呢啲嘢嘅時候，試圖用含糊其辭嚟轉移警方注意力。而自保就一直保持沉默，即使面對鐵證如山，兩人始終都唔肯承認自己嘅罪行。或者呢對惡魔夫婦仲心存僥倖，以為可以用金錢擺平一切罪惡，或者可以被掩埋，但永遠都唔會消失。所有一念成魔嘅瞬間，最終都會化身成反噬自身嘅厲鬼。建一同自保最終又會以點樣慘痛嘅代價去償還佢哋欠落嘅一筆一筆血債呢？截至我哋寫稿為止，暫時仍然未有案件嘅最新進展。如果有知道更多相關資訊嘅朋友，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告知。多謝大家。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呢度係鍾 Sir 講案，我係鍾 Sir，我哋下期見。